再来关心一桩意外，这是伫高雄林园的果子园，有民众发现查某婴儿的尸体。警方追查发现是一台乌托邦停伫案发地点10分钟。追查这个车主发现是一个21岁姓谢的查甫人，和伊19岁的女朋友来涉案。昨暝有2个人拢已经到案，总这个婴仔呢一出世就已经过身，因为唔知影要安怎，唔才会甲这个尸体弹掉。 感谢警官来回采集，将果子园用封锁线围起来。这个位于林园区的清水干路山坡地，固定有农民栽种作物。早起煞有人发现果子园内底出现一颗黑色塑胶袋啊，拍开一看，发现是身上还阁留有栽大的查某婴仔，人已经明显死亡。拢山啊远啊吼。哦，啊，遮附近敢有人听打较少吼？较少。 遮拢即大拢遮去到清水园啊，拢无遐干后山啊。拄出事的查某婴仔防气死伫现场研判出城，无到一天，因为民众讲附近的人真少，山坡地也无敢失去，是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所做的，也是随机弹条。警方已经造成专案小组调查。根据了解，查某婴仔防弹条的4颗危机时采集到可疑的卡印，也发现一颗艋舺的袋啊。女婴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。 然后留有脐带，它是有身上包裹起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哎，没有，就直接赤裸裸的，只有黑色塑胶袋。查某婴仔防弹条的山坡地无敢失去，警方转去吊决路口敢失去，希望找到一寡线索。听讲查某婴仔的爸母可能是外籍人士，警方表示也在过路可疑的人车，还未锁定特定对象，不过无排除任何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